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过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大众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众生五梦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美国10年期债券利息率4YY， 是安怎会变做全世界金融资产的定价利率？美债利率一动，全世界的利率、汇率、股票价值拢会震动。对美元是全球货币底盘，到折现率甲资金替代效应。这个影片带你看有是安怎4YY， 会是全球资金的地心引力。第一，美元是全世界的货币底盘，全世界的贸易、商品定价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存底，拢是用美元。美国公债就是美元的无风险利率，所以美债利率一变，全世界用美元计价的资金成本拢会受影响到。第二，10年期代表长期的无风险利率，这是金融定价的起点。譬如讲，股票价值评价爱用折现率，房贷利率、公司债利差、风险资产报酬率，拢是用4YY 做底，加上风险预酬来算。所以，伊若起所有金融资产的折现率变动，资产价值自然会落。第三，这个利率是替代品的中心。投资人若是10年美债会当摕到5%，就会想讲，咱是安怎搁要举价去冒险买股票？利率起，钱就会流转去安全资产；利率落，钱就会流去买股票、房地产，风险资产的价值就会浮。一句话讲，10年期美债利息率就是全球资金的地心引力。伊若起，万物落；伊若落，万物起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